港本來就係一個細細漁村，古代發展物流未必高端，運送實物驛站出馬跑到氣喘，寄封信件難道日日飛鴿傳書？全球化物流科技日益改善，汽車、貨船、火車漸漸出現，還有飛機通往四方八面，快如閃電，運輸物流更加方便。講返香港，航空物流國際之首，天然深水海，航運暢通任你走。鐵路車道，客貨運輸真掂，使乜頭？成就亞洲地區樞紐。與時並進，點會只想滿足現狀？人口膨脹，貨物需求暢旺，繼續革新，邁向未來發展一趟。香港物流充滿希望，保持上榜。進入 AI 年代，物流服務風雨不改，自動化、高效率、機械人內外在貨倉主宰，人工智能平台揀貨分貨厲害，運輸更加自在。相信在不久將來，物流會變個不停，創新會令物流業成世界風情。無論係雞犬不寧定係天下太平，物流會以佢嘅方式繼續轉型，或者香港有一日物流做到瞬間轉移，將貨物瞬間傳到任何地方都唔會遲。可能呢一刻你會覺得太過 fantasy， 科技日新月異，成功都係遲早嘅事。我腦海中嘅念頭係你眼中嘅物流，技術革命數據化驅動創新時候，造福人群，物流繼續獻雞毛，不忘報酬，瞬間物流遍全球。